短不到1年，高雄人经历3场大选，选总统、罢免市长，到现在8月15补选，好像真的太频繁了。就连民进党候选人陈其迈都开始担心起投票率。我们比较担心说，这个投票率的问题，假如说太低的话，可能大家就在选票上我们也会蛮担心的啦，所以希望他们能够来催票哈，让大家一定要出来投票。一方面看民调数字，陈其迈一路领先，再加上有中央澳元，造势都是行政院长、总统等级，支持者没之前有危机感，投票意愿就低了。这样的状况成为对手国民党候选人李眉蓁的破口。如果催出蓝营铁票，选情说不定有转机。我都一直常觉得说，一定要让人家知道你是谁才会听你讲话。我们会去听一个不认识的人的话吗？应该是不会啊。所以一开始的着重的目的就是至少让大家认识你是谁。第一步要让大家认识自己。李眉蓁团队发挥创意，用周杰伦新歌《Mojito》介绍高雄，只不过里面改编歌词被网友大挑毛病，声量是起来了，却是负面居多。真正让李眉蓁成为全国知名人物，是紧接而来的论文事件。因为涉嫌抄袭，最后他道歉，并说出放弃硕士学位。最后道歉是我有讲到说，后来我想起来说，因为我是妈妈嘛，那我觉得说，如果小孩子以后讲到这件事，就是以后小孩子做错事情，我也希望他可以去面对，勇于承认。所以就想说那我应该也是要以身作则这样子。Now News 与快溪合作分析高雄补选的网络声量，可以看到论文事件爆发后，李眉蓁近期总声量暴增401%，负面声量则是成长6%。没想到我自己的事情就把声量冲到最高，但是他们一开始会有点低潮，说怎么可能是因为这种事情，然后声量冲出来。可是后来我也给他们鼓励说，没有关系，反正事情遇到了，我们就是去克服。那反而是说，真的这2天我真的变成全国最出名的人。那我们也开玩笑说，大家常常点那个 Google 进去，我们每天都想说不要再看到我的脸了，可是每天点进去都是我的脸。目前李眉蓁得想办法扭转大众印象，因为好感度和网络声量成反比，一路低迷。而最上头的曲线是持续耕耘的陈其迈，其中一大攀升书房直播是因为有贵客现身。小米好可爱，陈衣秀小米加油，非卖不同。罗良玉小米超可爱，看这个啦，这个比较也不差啦哈，小米来。爱猫比人红，陈其迈的小米甚至反客为主，登上实体竞选看板。高雄的第3场大选，候选人绞尽脑汁，就怕民众兴致缺缺。